天气一个寒，真侪人拢用电器，会用这个电烘炉。用电器真正会细致。昨暝差不多7点的时，新竹县德东镇中兴路2段到人家厝火烧厝，一对这个75岁老翁某呢，这因为天气较寒，开这个电烘炉，将这个电器插伫延长线，想要到煞引起大火。因为呢，因做是生意，这个厝内有真侪衫甲裤，造成呢这个火呢一个小炭请紧，不可收拾。这个负责人本来想要等去厝内灌水来拍火，也毋过不幸，和这个浓烟十分去，最后送到病院去医治嘛救无活。大火烧了真严，伫厝内炭烧，呛出大量的浓烟。消防人员有水线把握时间要来拍火。一楼会当讲是拢烧甲臭火大，放伫涂开物品看袂出来原来的模样，可见这火有偌大。哦，昨天哦，就是天气冷嘛，怕老婆冷嘛，开电暖炉嘛，那个电热器嘛，对，电热器就是那个欧波路嘛。欧波路就烧起来了。白山市伫火灾基当港，搁当来遭吹所在是真无奈，想要到用一个电烘炉杀害牵手过身。检调当来到现场进行勘查，这件死亡的火灾发生伫昨暗7点，新竹县德东镇中兴路2段。75岁翁仔某伫租厝1楼的生命厅，发现插伫延长线的电烘炉，毋知影是安怎熊熊着火。厝内甲厝外电真侪衫，造成大火是炭甲真紧。翁婿话讲，火烧厝啊，赶紧走，牵手煞冲翻头，想要灌水来拍火，也毋过火实在伤旺，最后负责人去互乌烟砸一个昏倒在地。这电暖器是接续延长线。那住户就表示，看到这个延长线的附近有起火的状况。天气反冷，未少的民众拢会使用电烘炉，其实有真侪爱注意的所在，比如讲定期清理、使用独立的插座等等。想袂到这摆，卖衫的翁仔某敢若是无注意到电烘炉的危险性，若详细导火原因，火调人员爱个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